共当局在东突厥斯坦禁止维吾尔穆斯林庆祝他们的宗教和民族节日。另一方面，维吾尔人被迫和汉族移民一起祝贺中国的传统节日。根据突厥斯坦新闻社报道，今年古尔邦节，东突厥斯坦许多城市和乡镇没有做古尔邦节礼拜，因为没有姨妈木和宗教学者。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的同化政策范围内禁止维吾尔父母用穆罕默德和穆斯林玛等伊斯兰特色名字来给孩子起名，然后一些维吾尔名字根据意义翻译成中文使用。据最新消息，有维吾尔人的身份证上面这样写，民族是维吾尔，名字则写了像张小黎一样汉族人的名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代表访问了美国国务院，世委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康纳特和维吾尔活动人士访问了美国国务院，并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侵犯人权、文化灭绝、宗教自由和其他相关问题的简要报告。维吾尔族活动家日萨提阿巴斯介绍了维吾尔问题的背景，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高压政策和监控。洛什阿巴斯介绍了在教育营中的宗教限制以及海外维吾尔人受到中共威胁的情况。卡纳特就国务院和国际社会如何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及如何支持维吾尔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本周五表示，印度截至目前都严格遵守了不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但未来发生什么要看情况。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了查谟可什米尔目前的局势。目前，印度在该地区的限制仍在继续。据报道，伊姆兰汗对特朗普提出了关于该地区局势的担忧。新德里当局表示，已经仔细检测了他们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但如果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持续下去，他们就有可能改变政策。随着第370条的取消，这给可什米尔地区带来了特殊的地位。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对抗将世界的目光投向了该地区。巴基斯坦一座清真寺发生爆炸，造成至少4人死亡，15人受伤。据报道，星期五的祈祷之前，手工制作的炸药被放在讲坛下面。安全部队封锁了清真寺及其周围环境，炸弹处理队被运往现场。香港人的反送中示威进入第3个月，大量示威者准备在周末举行示威活动。中国当局和媒体再次利用军事干预的威胁。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在社论中称，中国尚未做出军事干预决定，但中国有能力选择这种手段。